题目是神禁止的奥秘甲运统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做伙伫教会来做礼拜，阮中间有人心内艰苦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陪伴因，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主愿阮伫你的面前，毋是干那听到讲道的声音，阮嘛会当听到上帝你的声伫阮心内咧甲阮讲话。主，愿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即个礼拜，听到上帝你鼓励、安慰、扶持、教示的话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到阮的生命中间，成做阮的帮助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我生日的时，迄日我印象足深，就是伫灵修中间读到一个牧师，叫做迈尔牧师，伊写一篇短短的灵修的文章，放伫荒漠甘泉。瞬间也未读了进前，第一个荒漠甘泉拢会将圣经节放伫头前，然后伊会将圣经节特别重要的字写出来，剩的就该隐藏。甲伊 delete， 英语讲甲伊删除。迄个当时的经文第一节安尼讲，圣神禁止。我也未读这个牧师的分享的时，我心内有一个真无好的想法，就是讲谁鸟你啊？因为我活伫这个时代，多数兄弟姊妹拢无爱人讲禁止的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想讲，上帝啊，这个话，这个道理，起码世间人敢会听会落。后来我搁家读好了的时，我才发现讲，这个牧师咧讲起一个奥妙，就是上帝，伊伫咱的脑海的内底，一种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将迄个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比如讲，你若看到你的囡仔挖去走骹，伫个高速路头前直直挖去，你的囡仔倒咧学行路。你火咧倒的时阵，你会一念之间，你会讲啊，惨啊！这囡仔会危险，对无？因为咱的脑的内底有真侪经验的记忆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有真侪上帝通过迄个记忆，伊伫瞬间咧甲咱讲话。伊讲我所听的囝子毋通安尼做，禁止是祝福，禁止是保护，禁止就是一种的训练，互一个人成做一个有智慧、有特殊、有平安。今仔这个时代，多数的人无爱禁止这个字。这种的广告对今仔的人来讲，是一种已经退流行、无下时代。因为这个时代主张就是，大家人拢伫咧头绑，伊做伊爱做的代志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若完全自由、无紧无气的时，有一句成语叫做“恣意妄为”。注意对随意，照你家己的意思去做，买当用咱的广告的这个话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上帝听咱，伊才会留这的话，甲咱讲，通毋通，好毋好，对毋对？愿天父上帝对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讲祝福的话，因为多数人拢爱听祝福的话，但是我嘛要提醒咱，上帝祝福的话常常毋是负面的。伊是用一个教示、一个律例、一个要求。求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兄弟姊妹，咱毋能够做一个懵懂、随意、自意妄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知影什么是上帝对咱讲的话。这个牧师伫伊
所写的这个短短灵修，我真爱看荒漠甘泉，因为荒漠甘泉拢是当时这本册是已经足老的册，灵修的册，但是这本册作者拢是当代20世纪中啊尾期，这个伫欧洲、美国上界有写作的文书啊，灵修嘛足深沉的牧师，安尼咱用足少的100-200字，就将一个经文帮助一个人一日伫生活的中间得到心内的把助。这对我青年到今仔日，我真爱。逐日的灵修中间，拢会看一篇《荒漠甘泉》。这个牧师讲，伊后来读到这个上帝禁止保罗，佮回头倒来耶路撒冷，倒来中东这个地区传福音，反倒当上帝甲伊开一个门，就是看到迄个一个异象，上帝爱伊去马其顿，就是往欧洲，所以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上帝禁止伊回头，上帝带伊向前。这种的故事就互人类，特别教会历史全然无共款。伊咧讲起，当伊互这个禁止这2字掠掉的时，伊开始去想讲，那安尼伫圣经中间有什么种的所在，什么种的言语，咧讲起圣神的带领、圣神的感动，伊才发现。其实，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圣神，伊的感动，常常拢是禁止的。像就囡仔，伊还阁毋捌认真世事的是爸爸，特别是妈妈，若要食饭之前，会甲伊讲，毋好阁食糖啊，因为你等下会食袂落，有无？禁止拢是出于一个好，嘛是一个养成，一个生活应该有的态度甲规矩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拍开你的心，谦卑接受上帝甲你讲 ，no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到上帝伫黑暗的世代讲迄种禁止的话，讲迄种宽免的话，讲迄个警告的话。愿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我知，我要警醒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所以禁止毋是咒诅。禁止嘛，毋是损失；禁止反倒当是一个好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耶利米书内底有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以色列人，也是讲当古早的教会所拄着伫信仰上中间的困难。我选3节的圣经来表明耶利米这个先知，伊整个耶利米书中间真要紧的。悔改信息、禁止甲宽免。当时的以色列人照着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，伊讲：阮的以色列的同胞兄弟姊妹，喜爱妄神，恣意妄为，随意照家己的心意，亲像无主人的羊仔囝，四界流浪。这个妄神，这个原文，伊的意思就是。逐所在漂流，亲像墙头草，风吹这边，伊就变这边；风吹这边，伊就倒这边。随意妄行的意思就是安尼。一个人无一个原则，一个人无伊的价值观念，一个人无伊一生绝对的主张，这种的人真麻烦，因为浊世今非，浊非今世。咱毋知咱家己到底。咧生活什么？耶利米先知讲，上帝无介意这种，上帝爱人一生有一条路，对少年到年老，拢袂外错。所以主讲，恁着教恁的囡仔，互因一捌好歹，因就要遵守，直到因年老，因为一条路是直的路，头一个开始是无自由。但是这条路变哪行哪开阔，哪行哪自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段圣经中间，特别注意这句话。我读到这句话了后，伫圣经中间，今仔日所引用的2段圣经，拢有共款这句字。伊讲上帝变面，
但是因为今仔日咱互四月土读的圣经是8月字的圣经，伊并无变面这两字。但是恁对了，恁将今仔日的圣经，恁重新摕好好本的圣经，你甲读，恁对照。8月字的圣经讲上帝的面恩因，但是好好本的圣经讲上帝恩歹人变面。哎，上帝较脾气较歹，会讲变面。原文的圣经这个字足歹解说，因为原文的圣经无讲上帝甲人变面，但是迄个意思就是讲上帝将伊的面显明互人看。普通时人无容易看袂到的上帝，一旦上帝将伊的面恩人的时，迄代志大条。那用较无适当的话讲，神给他脸色看。但是伊是一个真严肃的话，上帝将伊的面恩伊的囝儿的时，有的囡仔真够看目色，妈妈目睭一交咧，迄个囡仔就安怎？亲像咧壁虎去用钉伫壁顶悬，连叮当都袂叮当。上帝对咱用伊的面，伊对尊重伊的人，伊讲伊用伊的面的光来看伊。但是上帝对遐个失败败落的囡仔，上帝用严肃的面来看因。耶利米讲：恁爱世字，因为当上帝，毋通惹上帝生气。上帝若生气的时，倒火，无人会当消灭伊的生气。这我毋是要甲你恐吓，毋是。我爱恁拢感受讲，我的天父上帝是一个充满怜悯，随便我伫伊的面前塞奶无紧无气。我爱恁享受上帝这种的慈爱，但是我爱提醒恁，爱敬畏上帝。毋通将上帝的恩典懒散，将伊的恩典当作随便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伙来享受，这个引带咱伫生命中间享受生命活命的这个上帝，互咱照伊的教示，照伊的真光，互咱一生真正活伫一个正式、一条正确的道路顶端。所以最后耶利米讲伫这个所在。伊讲：我的同胞，我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话记载伫摩西五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，记载伫圣经内底，所有的话，拢是这个看袂到的上帝通过我的前人前辈，甚至留落来伊的话。伊讲：我的上帝的话，但是阮的家族、阮的教会，圣经讲误用上帝的话，误用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意思就是推翻啦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常常咧谣疑圣经安尼讲，敢有合理？咱敢捌谣疑过讲上帝你安尼讲，敢有逻辑？上帝你安尼讲，敢好？咱做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，其实咱常常咧谣疑上帝的话。甚至推翻上帝的话，但是上帝永远尊重咱，因为咱的上帝伊的心意，伊将一个真绝对的做决定的权柄，互伊的囝，就是咱。上帝不爱咱做机器人，上帝将这种的思考、判断的能力，伫创造咱的时，伊就放伫咱的心内。最近我读一本册咧，讲起人的大脑思考跟反应对环境的代志。伊讲伫咱的头脑内底有一个足细粒的叫做杏仁核，就亲像咱咧讲食杏仁果，坚果，伫咱的脑上中的所在。你看到你目睭看到所有，这经验就要到伫你的头脑的心内时，这个杏仁果开始分析，然后就发出指令。伫咱的头前叫做前额叶，我毋是咧甲你上生物课啦，因为这我嘛是拢拄学来，我是一个对生物学足无熟的一个人。我是理工科的大汉的囡仔，伊讲伊就散播出来真侪资讯，你就采取思考甲判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
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互咱产生决定甲行动。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甲恁讲话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的时候，恁倒去了，我要鼓励恁，佮定心安静讲。今仔日我听到牧师解说圣经，伊安怎讲？然后恁佮定心甲圣经看一摆了，恁问家己讲，今仔日圣经伊安怎对我讲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大家讲话。今仔日的圣经新约、旧约、诗篇、彼得前书，其实拢是共一段的话，因为彼得伊引用古早伊的前辈，彼得引用1000年前大卫伊所写的诗篇，所以诗篇是伫主耶稣出世进前1000年，但是彼得是伫迄个大卫了后的1000年。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同一句话，印证讲上帝话经过1000年后，伊会行行顺顺，永远要咧听，甚至到今仔日，咱嘛要搁咧听这段话。伊讲，恁甘愿意过幸福的生活？兄弟姊妹，咱拢讲爱啊！咱来找上帝，敢毋是为着要过幸福的人生？是啊。因为伊是咱的帮助啊，所以伫今日圣经讲，恁受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甲恁带入来教会，上帝甲你带落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，上帝甲你带入来伊的身边，迄个目的是甚么？伊讲是要互恁承接祝福，这是牧师今仔日讲道的结论。愿所听兄弟姊妹，顺境逆境，拢无失去上帝对咱的听。愿天父上帝将以长阔高深的祝福，是永远袂无去的这种祝福，放伫咱的家中，到代代无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圣经彼得讲，恁若爱这种的幸福，恁若爱看到幸福的日子，第10节，人若爱，人若要爱疼惜活命，佮见到幸福的日子，恁就爱安怎？圣经讲，爱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禁止伊原本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咧讲起，恁爱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恁爱离恶行善，离开歹，行一条光明的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愿意吗？恁愿意你的人生这条路是通到幸福的终局，互恁的行行顺顺来享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彼得前书伫这个所在，牧师用好好本，拄则书会所读的，恁无看到变面这两字，因为拄则恁看到的是主恩因监察，主监察遐个歹人，但是监察这个字就是变面。好好本的圣经翻译是照伊的意思翻译，但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是照希伯来语原文的字安尼翻译。所以上帝就是咱的天父，伊咧看咱的身躯，伊咧看咱的生活。上帝看顾义人，听咱的祈祷，这是咱今仔日的应允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将咱的艰难，将咱的需要，更较要紧，将咱的将来来甲上帝讲。上帝，我要将我的将来交托你，主求你带我行恩望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学3个功课。牧师要甲恁讲3个功课。第一，一开始我甲伊讲起，今仔日这个时代是一个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人无爱禁止这个功课，但是禁止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一个人若无常常受禁止、受节制、受操练，一个人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有规矩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将我这个不受约束的情绪，
我将我这个不受约束、乱糟糟的这个想法，主，我将我的心、将我的意念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给我安慰，互我乱糟糟的情绪，互我乌白想的这想法，会当伫处理的安慰的中间，伫你的拥抱的中间，来得到帮助。有一个医生讲，伊若要甲囡仔注射，伊就知影种即个囡仔的家庭是什么种的情形。伊讲，当护士放射针出来时，囡仔的反应拢会当反映着因的父母咧处理囡仔的情绪的方法。伊讲，迄个囡仔若安尼叽叽叫，我都是约束。伊就知影即个囡仔，伊伫细汉成长的过程，真欠缺伊的妈妈的拥抱，真欠缺伊的爸爸鼓来温柔甲伊解说，温存伊的情绪，甲伊的老爸理性的话，伫遐互相沟通。伫迄个拥抱的中间，到尾啊，囡仔因为信心甲听，伊愿意接受伊的父母的要求。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安尼，咱需要上帝甲咱拥抱，咱需要天使陪伴，咱的情绪，咱的想法，愿咱伫彼此带导的中间，咱拢成熟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所以记得，咱来到教会是要学规矩，咱来教会是要认识上帝所设定。好歹对毋对，因为这个创造万物的上帝，因为创造天地时，伊就为着伊所听的人设定一个界限。迄个家庭叫做伊甸园，恁会记无？上帝创造咱的时，伊甲咱肯定是一个安全、和谐的环境。故事就因为安尼来开始。亚当夏娃伫迄个所在无进无去，直到因推翻上帝的话了后，爱登龙园就关起来，人过一个流汗、流目屎、困苦做工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禁止是一件好代志。牧师特别要甲恁讲，恁若要养成真做有这种品格甲主张的人，恁需要先认捌上帝的话。今仔这个时代真多恁的同行甲边的人，因袂记得上帝的话，甚至伫全世界上优秀的大学。几年前，哈佛出一本册叫做《耶稣所教的26堂课》，因为哈佛大学因已经70年改变因的教育的内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恁可能唔知影，欧洲甲美国上一流300年、400年、500年以上的，这上精英的大学，恁可能拢唔知影，这大学其实拢是对神学院开始。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牛津、剑桥，这全世界上优秀的一流的学校，都开始拢是对神学院开始。直到即卖，这大学内底边啊，拢还阁有保留神学院。后来哈佛大学伊才发现，因已经忽略推翻耶稣的话70年。所以这个教授伫今仔日20世纪的开始，伊开一个课，叫做耶稣所要讲的伦理道德。伊讲耶稣所教的26堂课。当学校要求伊开这个课的时候，伊去算，伊忽然着惊。反正哈佛是对神学院开始，但是为什么70年啊，这间学校禁止无搁再讲耶稣的话？这个神学院的教授甲我同款，伊会想讲，即卖时代的哈佛的大学生，因敢要搁听我讲耶稣咧讲啥？伊无拍算，等伊开这个课了后，真做一个真轰动的
一个课程。因为这个时代真多人，因回头认真的问伊家己讲：我何去何从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禁止不是自由的敌人，禁止是帮助能做你不能做的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我要简单解说，因为今仔日不是上课，我要甲恁鼓励。上帝若对你讲话有禁止，你要欢喜，因为迄是上帝听你。第二，禁止是为着帮助咱的品格、情绪、心思意念。上帝要帮助咱的情绪、心思意念，真做一个受约束、有正确的次序、和谐。这是上帝常常运用的方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圣经讲，恁受调是要爱互恁先接祝福，所以恁爱学习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恁爱禁止，圣经讲禁止你的嘴，无用歹报歹，无用软媒做软媒。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今仔这个时代真侪家庭、真侪人，因真容易伫情绪的中间，无采取适当的方法，所以就黑白骂、翁啊骂、某啊骂，两个人都互相用软媒对软媒。今仔圣经咧讲，伫恁的家庭的中间，伫恁的工作场所，伫恁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禁止是为着要帮助咱活出美好，成做一个清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箴言也好，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拢有讲到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立定界限。牧师好，恁200个经文做恁的金句。箴言第8章22节到32节。第一个所在，伊讲起上帝用真理为着万物万事设定界限根基。上帝用伊的话来设定做人的根本，做人应该有的态度，无论是伦理道德，无论是价值观念，无论是品格，上帝用伊无瑕疵、圣洁、真实的话来教伊的囝子。第二，伫提摩太前书1章4节，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伫真道的顶端，为着伊的教会，为着伊所听的囡仔，设立章程。每一个组织，每一个社团，要设立进前，拢有设定一个章程，有无？章程这个字叫做 oikonomia，oiko 就是家庭。nomia 这个字就是法律，家有家法，国有国法，对不？信仰的团体有信仰的团体，所以圣经讲，上帝为着咱立定中庭，照着伊圣经的话，为着咱立定这中庭。所以这个中庭就是咱这个信仰的家庭，咱这个信仰的家庭。上帝神圣的命令胜于上帝伊所讲所有的命令要求禁止，对咱来讲，上帝所讲是，就是是；唔是，就是唔是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欢喜甲主讲，主我愿意。第二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斟酌。为你的生命做负责任，唔当做一个任性的小孩子。到60岁啊，到80岁啊，有当时还阁无定着，随意妄为，恣意妄为。所听遐的姊妹关上帝的话，亲像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上帝的话照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知何去何从，嘛知。选择心中的路，做心中的决定，这叫做智慧，这叫做聪明。智慧甲聪明拢是能力，做决定的能力，做选择的能力，伫自由的面前做主人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推翻上帝的话。拄则我甲咱做伙解说读上帝的话的时，有讲到以色列人随意妄为，喜爱妄心，无原则，无是非，上帝责备因。伫迄个中间，亚利米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恁爱细字，因为恁咧解说上帝的话，拢黑白解说。你基本上你是假借上帝的话，但是恁讲的话拢甲上帝的本意无共款。牧师最大的挑战就是是讲是，毋是讲毋是。牧师也好，中职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拢无权利通黑白讲上帝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做基督徒，伫人前。伫人后，拢一致伫上帝面前，甲活过，脚趾片往上帝，咱拢共款，真实一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不要恣意妄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到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我知影，但是有时我足调皮，我做袂来。天父，你帮助我，兄弟姊妹好唔好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认真学习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做伊的真理甲关键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无论我有了解无了解，你的话我要遵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弗所书保罗讲，恁做基督徒，咱做基督徒，你毋通亲像世俗人，毋通亲像世俗人。世俗人因无知，心里刚硬。兄弟姊妹，咱无看轻咱的朋友无，咱嘛无感觉讲我信基督教甲高尚，毋是安尼。咱信基督教甲其他宗教拢同款，拢是咧追求良善真理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免得上帝收回，以互咱。迄个画面甲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一直到咱愈老，咱的生命愈水。人的生命愈老，生命愈水，这是必然的应允。如果咱若真实行十字架这条道路，希伯来书第5章13、14节伊讲，当一个人认真行十字架这条道路的时，伊就要认捌仁义的道理。伊就要长大成人，伊的心窍就要练达，伊的心就有判断好歹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将这段应允放伫恁的嘴，对今仔日开始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愈到年老，你的孙、你的囡仔，愈爱静静坐伫你的身边。伊讲我的爸爸。我的妈妈，我的阿公，我的阿嬷，因所讲的话，拢充满智慧。因的生命充满安静、稳定。我若坐伫因的身边，我就感觉真可靠，心头真安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享受活命，愿咱成做咱囝儿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最后，无需要用这段圣经今仔日所读的两段共一个信息的圣经，甲恁提出一个挑战。兄弟姊妹，为你家己的生命负责任。你若是丈夫，爱做互你的太太骄傲的丈夫；你若是负责人，你爱做一个互你的丈夫感觉讲，我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娶到我。互你的囡仔感觉讲，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一生上大的祝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种的祈祷，上帝的确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成做一个为着咱家己的信仰负责任，为着咱的婚姻负责任，为着咱的功课负责任，为着你的工作负责任，为着你活咧伫上帝的面前来负责任。
所以负责任就是有节制，照上帝的话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离恶行善，离开歹行好。咱的嘴是咱一生中间上歹约束，咱的生命内底有两项足歹约束的物件，一项就是咱的嘴，一项就是咱的情绪啊。恁有同意无？我若咧受气的时吼，迄拢无人挡会掉。所以圣经讲，要我若发火吼，迄拢无人爱发。我讲啊，上帝，我都亲像你啊，将迄个责任拢黑白讲。愿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我的生命是一个平安、祥和，会当受约束的人，用箴言来做你的祈祷。所罗门讲，我所听的经字，怜爱世字，照顾你的心，会让一生所有的成果，拢是对你的心内开始，心想事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常常用上帝的话，甲我内心这个囡仔讲话的基督徒。大摆你若读到圣经有感动，你就圣经合起来进前，你甲家己讲，你爱听哦，今仔上帝的话甲你讲哦，将圣经的话读入心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尼祈祷。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所开的门，我一定无甲关起来；你所关的门，我一定无黑白开。这叫做守门员。上帝用伊的话教咱，什么时阵行动，什么时阵安静，什么时阵向前，什么时阵回头。上帝有差遣，上帝嘛有禁止。上帝所开的门，咱唔通关；上帝所关的门，咱唔通开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来常常做好守门员的工作。外面遐个无好的欲望思想，主我门关起来。我绝对无要互外面遐个似是而非的歹话来影响我。来，上帝，你若所拍开的门，我要勇敢向前，因为伊充满恩望。兄弟姊妹，有这样的祈祷，叫做欢手伫你的心头。你若拄着试探、引诱，你欢手伫你的心头，你讲，上帝求你甲我的心关起来，互今仔日这个形形色色社会的引诱，无搁再引诱我。主你若差遣我去做上帝你所欢喜、怜悯、祝福人的工作，主求你拍开迄个祝福的门，带我到上需要上帝迄个所在，带我到有需要的地方。自古以来，上帝所使用的人，拢是为着上帝走天涯，为神走天涯。为着上帝差遣，离家背乡去做上帝伟大的计划。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甲上帝约定，成做一个好的守门员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恁甲牧师做伙做一个祈祷。你欢手伫你的心头，你求主耶稣保守你的心，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的心清气，求你甲我关。迄个试探，即个世间引诱，迄个意念的门，竟然我进入你的内面，
主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互我的心正直、诚实、清气。也这，当你唱我你的心头的时，你甲主耶稣讲阿们。主，这是我心所求，互我心清气，互我心正直，互我心诚实，互我内心因为你的疼，对人有怜悯的心。你嘛通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安静我的心。互我听候你为我准备的计划，主当你的计划甲差遣临到的时，主求你甲我拍开我的心门。啊，这你通伸出你的手，轻轻放伫你的大腿。你甲主祷讲，主当你的计划、你的意向交代我的时，主要伸出双手来领受。主，你甲我拍开我的心门，互我敞开心胸，去拥抱上帝你所创造的世界。对我的家庭开始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求你互我敞开我爱的心胸，拥抱我的家人。拥抱我的同事，特别接纳那一个我觉得他很白目的人。主求你将你的能力放伫我的手中，互我成做一个手拿锁匙，适当的一个管门。守门员，主你将这个锁匙，就是能力甲权柄，放伫我的手中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成做我生命好的守门员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主，阮同齐伫你的圣殿，安尼对你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